其實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哋啲手信鋪啊，啲老鋪街頭檔口其實都好有發揮嘅潛力㗎，淨係爭個政府俾個機會我哋去發展一下咯。係啊，即係我打上嚟咧，想講一講，即係提供一個意見就話，即係會唔會搞到嗰啲國際嘅認證系統啊，又或者甚至乎可以同特色店評選做一個掛鈎，去做一個認證，因為我哋即係澳門好出名嘅豬扒包啊、杏仁餅啊，或者蝦子麵啊嗰啲，其實都係好多遊客都會即係過嚟專登買嚟去做手信噶嘛。咁所以如果可以做到一啲認證啊，或者官方嘅型號啊、大認受性高嘅標誌咧，跟足翻嗰啲經科局嗰啲好似咩品質澳門嘅策略咁樣嘅咧，可以令到我哋嗰啲手信，即係去到佢哋嘅地方都可以，即係價值都可以高啲咁樣嘅咯。同時間咧，亦都可以推動下嗰啲產業智能化，即係叫嗰啲中小企啊去協助佢哋咧，中央廚房嗰啲智能品質監控啊，係啊，配合大灣區嗰啲咧冷鏈物流啊，根據翻而家我哋澳門嘅情況咧，做翻一個即係適合我哋澳門嗰啲預製菜嘅模式。OK， 好多謝晒阿陳師傅你個問題啊。咁其實政府喺往屆咧都一路有推動一啲叫做特色老店嘅翻新計劃嘅。咁其實你所講嘅，我相信你係希望呢個門檻可以降低啦，包括年期啊，或者係可以受惠到嘅店鋪數會增加啦，係咪？咁呢方面我哋係會有機會我哋要同政府去做一個反映啦。咁第二個問題係你講到國際認證系統，澳門特區政府喺經濟適度多元呢個策略裏邊嚟講咧，其實一路都推進緊嘅。咁但係首先要講明白就係我哋嘅場所嘅質素同埋食安呢一關，我哋首先要監督好先，因為冇一個良好嘅食安基礎，其實後邊一切都係零嚟嘅。咁所以對於呢方面嘅監督啊，喺廠房方面啊、生產線方面啊，呢方面要做好。但係喺呢方面我嚟講咧，我相信係喺政府喺過往嚟講咧，都有一直去幫手啦，去大力去推進一啲嘅產品。我哋睇到招商局其實裏邊，你唔難發現嘅有好多澳門監造或者澳門製造嘅產品咧，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品種同埋種類。咁對於喺食品呢方面咧，我哋都會係更加着力啦，希望發掘澳門除咗豬扒包、除咗杏仁餅、手信以外嘅一啲其他嘅特色嘅澳門嘅食品啊，或者係產品嘅。咁其實我哋嘅品牌嚟講，嗰個基因係好重嚟自內地嘅遊客啊，或者我哋境外嘅遊客嚟到澳門一定要試下我哋嘅美食嘅。咁但係其實我哋澳門有咁講，我哋澳門喺製造業啊，或者我哋喺廠房方面啊，澳門都係寸土尺金。無論喺設施上或者係喺技術上咧，其實我哋都好依賴到內地，或者我哋可以喺強聯手啊。其實呢種案例咧，我哋協會係都有做過。咁將我哋澳門一啲好嘅品牌啦，同內地一啲好嘅廠房同埋供應鏈咧，做一個結合，咁啊做咗一啲產品咧，咁可以翻嚟澳門喺各大嘅超市啊，或者喺一啲地方做銷售之外咧，亦都通過我哋澳門而家最興嘅新媒體同埋直播咧，同內地結合咧，將我哋澳門製造嘅產品咧，燒到去內地，因為內地係一個14億人一個好大嘅市場，咁所以喺呢一個點咧，我都好認同你一個講法，去加強我哋澳門餐飲同埋預製菜嘅一個相關嘅結合。